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好，下一波嘅天时还是真紧动热，韩国有上是下主台湾妈妈风露一层台语，鼓手大家听说爱带点仔出门哦。鼓手伫安尼动热嘅热天当中，大家听说会食到位哈冷嘅东西，比如讲像是生菜沙拉呀种嘅东西有冇啊？阿群妹今日到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分享一种种菜嘅方式，很多菜抢上，嘅老抢菜吼，嘅老种菜全部都爱水呀这种东西，故说老两种嘅老种菜结合到抢下上来，也很容易嘅一种种菜老嘅方式呢。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嘅来宾吼，加到其实係三十後生嘅，韓國加到嘅烏卡爾搶下來做一隻菜搶上，先來分享 TVB 來賓係安尼博春分享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是博春，今天非常高興來到福氣來了，謝謝。好，分享博春來到節目當中，韓國撒下落係另外一位夥伴，係安尼文芬，分享文芬。大家好，我係曹文芬，非常歡喜來到福氣來咧，希望大家。好，分享文芬，韓國另外一位夥伴哈，今天沒有出席哦，有2位代表出席。撒下落愛小姐就係安尼文芬的媽媽，分享謝媽媽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鄉村係。名慶貴吼，今日同歡喜來到福喜來咧，搭尾老太出家見面，好，看到有30來賓來吼，阿佢咩地吼，嗌嘅福喜咩來咧，用辦公咯，大家來看一下作檔，有當到好食嘅東西。其實基本嘅咧，重點就係來同大家來分享，魚菜講聲來種出來嘅菜，就係也作檔也盤。沙拉對不對？對。韓國呀，謝媽媽喊當準備按到，像呀肉啊，喺愛來蹦呀條菜係嘛？係。都可以青菜用嘅搭配攏做得。哇，古說呀肉係乜嘅肉？這個口味。豬肉。豬肉，那是做什麼樣的口味？泰式料理。哇，謝媽媽你這麼厲害，還會做泰式的料理哦。你平常是懂好來做料理係嘛？有韓式，我還做式。跟人家平常時就會用起家種嘅呀的，這其實就是A 菜的萵苣類的強菜。這是鹿角 A 菜。因為夾個形嚟喎，看起來有一點點像鹿的角，鹿角 A 菜。故說老給包呀的肉，烤肉包菜，對，烤肉包菜。這是燙的，我們不要用烤的。這是清燙的，比較健康。也還烤然後加檸檬，還有泰式料理的佐料這樣。好好吃哦！因為羊肉後，因為剛謝媽媽有講是用燙的，骨頭裡是有很清爽，再加上搶菜，有一點脆脆的感覺。對，不過我有一個問題哦，像按呢種出來嘅一條菜，全部係你切開用這樣子魚菜方式種的。錯，我就想來問一下謝媽媽，你頭擺敢生蘿蔔嘅生菜冇？唔敢，都嘛敢唔敢？講到講到乜有蟲誒，還有我朋友頭哥有種水跟蔬菜，他是用燜式的，有沒有哈？後來他年紀輕輕30幾歲，就往生了，因為那裡面的藥太重了。有2個朋友都是這樣的往生，後來我們都不敢吃。真嘅，因為像安尼生嘅生菜啊，佢可能唔單槍有農藥，可能有化學嘅皮料，還有可能有微生物。安尼嘅東西，唔過人家就一下切架種就當放心嘅，錯嗎？係錯。但係第一下當日是有一餐。一餐就吃生菜。按補頭泰式咖油都下晚上，按補頭食油啊哈，佢唔會
痛屁啊！啊，总唔得食太多，啊，唔头食少少，精神咪还好，唔会饱逼逼安尼东南水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像安尼做的中用鱼菜共生的丰盛来种诶，按用嘅像是莴苣按哈发讲麦嘅嘛，对不对？按用像亚烘做烘亚盘，底度有几多种麦嘅？有哪几种同大家小解一下？该有6种都该呢。有包心，鹿角，还有莴苣，还有那个奶油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？火焰菜，火焰，火焰，白火，绿火焰，红火焰，哇，还有红 A， 韩国也说起来嘅。口感非常非常的清脆，就从长炸下来嘅感觉重要。哦，古时候也就全部就会用鱼菜共生的方式来种出来，根本没有特别带了一组鱼菜共生的系统。同大家来了解一下，生来这爱用韩国又爱种菜，这样子会不会很麻烦？它整个是怎么运作的这个系统？这个系统呢是结合了渔业的养殖，对，跟我们种植蔬菜水耕的部分，那我们这里的话是，这里做一个简易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哈。那这边是类似一个鱼池，对，要深水，底度是真引有鱼哦，有鱼哦，然后现在目前就是用深水的马达，对。把那个水注到这边来，那这个过滤棉呢，我们就当做是一个沉淀池，过滤那个。像这上面就有一些在糊糊哎，黑黑的，那是鱼的粪便。哦，因为像爱头摆有香鱼哎，爱香鱼嘅经验係，假使讲鱼哎，在它自己的排泄物的水里面待太久，你没有去某些勤啊，某些整理啊，其实鱼会被它自己的粪便毒死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故说人家的特别除带下嘅水，底下的水是最多杂质的。对对，所以用深水马达的部分，然后过滤之后的里面这个一粒一粒的叫做发泡链石。发泡链石。它这边的鱼的粪尿这边过来之后，它这边就有微生物。哦，会分解。对，分解尿素成为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。对，古时候让那个屎啊、排泄物这些就上去转化成肥料，又提供本这个青菜或者是植物来吸收。哦，那再经过水，经过这个发泡链石再流下来，再流下来就是干净的水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整个循环。这个生态的部分对于水资源的部分非常好，不用换水。真嘅，不是换水，像按呢就让它一直循环，一直循环，一直循环。而且它其实是不是透过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滴落，它的氧气其实也会流进去。对，因为在微生物的这一块，消化菌的部分是非常需要耗氧的。哦，对，所以在这样一层一层氧气呀，还有这个养分啊，以及这个营养的输送，全部都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古说唐贡琼雅鱼菜共生的方式啦，有3种，一个叫做浮床，像这个就是浮床式的嘛。对，这浮床式。浮床式的，还有另外一种是叫做管根跟立管。对。生了呀，3种的鱼菜共生的系统是哪一些？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其实说不定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其实还有看过的哦。好，那我先介绍一下，这个系统是浮床类的哈。它就是可以当做就是想象一个水盘那里面有水，那我们就是利用配管的方式让水去溢流，然后植物的根就可以泡在水里吸收营养液，对，那营养液就是鱼的尿素微生物分解出来的，那这就是浮床式。浮床式的。那管根呢，就是我们用水管在上面打洞。可能还一滴管呢，然后打非常就像它天丝蛋糕，我们有看到照片一样。对。然后我们用那个养殖杯把它放进去，然后种植蔬菜。对，养殖杯它是可以透过水的，水是可以进去的。对。对。这样子的方式，这样叫管根。对。那立管的方式，它是一个直立的，那也是要在四周打洞。那打洞的部分，它的养殖杯是比较特殊性，是有专利性的。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盛水盘，
然后让植物在水再洒到立管下面呢，是用洒进的方式哦，然后让每个养殖杯都可以盛到水，那水就可以经由植物的吸收，除了吸收水分，然后养分也是从那边一起吸收的。哇！古时候其实在这个鱼菜共生吼，其实有很多种无共用嘅方式。不过吼，其他就寻到一种轻适合自家嘅方式，啲细细嘅面积地度就做得种出非常多嘅强菜。刚刚阿權妹有小可摸一下吼，一個禮拜做得出100包嘅強菜哦。所以其他就係用嘅做到嘅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吼，上來呀魚菜共生吼，又愛學魚嘅，又愛來種菜，愛用嘅種得好，魚嘅咩學到好喏，係講唔單槍吼，佢哋有種呀魚菜共生嘅方式，其實佢哋沒有用一般用奶來耕作嘅方式咯，對不對？也有土耕的方式。像因為我哋本身我哋自家咧土地嘅面，我哋很Q 色的天空，Q 色的天空，紫色的天空，还所以这些咧本来是一种乡愁的料理，还是讲因为有啲五菜冇辦法種嘅地方，我哋是會用像紅鳳菜，還有芒果菜，有啲好冇辦法用五菜共生嘅方式咧，我哋是用土耕嘅係來種咁樣。古時候剛好有講到關鍵字了，愛做香草料理。香草料理大家吃到，好像是很東後上很西方、很洋化按用嘅飲食風格有冇啊？其實唔係按呢哦，根本也沒有懂到我們的這個香草料理，全部就係我們的謝媽媽做嘅，對不對？對，同大家來小結一下呀。我剛剛送一套我夾嘅生菜，做得來溫其他嘅。做的醬料對不對？對。然後這個是和風，這是和風醬，這裡面有加什麼香草嗎？沒有。這個是沒有加香草的。這沒有加香草。好，那我們先講香草的好了。香草的是要給肉。給肉。對。好，我們剪的時間咯，你唔是讓哈，是香料哈，切起來哈，按用冰落去油啊哈，剪的時間，醬油一豆。黑胡椒哈，海鹽撒過就 OK 了，就有味道了。真的，還不用醃，不像頭個位人就會生哈，鹽都滷都鹹鹹啊樣，好像那樣很簡單啦。真的耶，而且因為其實肉類啊，多少就會有一絲絲的一點點腥味，能夠用下這樣子的香料滷過以後。它變得很清香，對，當清甜啦，唔會講頭個滷過後會死鹹，唔會。也係用乜嘅香料做嘅？你有中肉桂嘛？哈，香草檸檬嘛？對，哈，還有嗰種迷迭香，迷迭香，係淡淡的去醃就 OK 了。哇，古手像按用給肉啊，我們夏天嘛要吃輕食，食到呀香草雞肉，就愛天天來食沙拉了。沙拉根本有特別準備兩種醬料，都是謝媽媽自家做的。第一種係剛剛講嘅這個和風醬嘛，對不對？和風醬。和風醬用溫呢？對，溫過後拿來吃加色。酸酸甜甜的。對，因為有加一點點的紅葡萄醋。紅葡萄醋。對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吃到很清爽，很適合夏天。對，那個以紅醬料也是謝媽媽自己做的。是什麼醬？這個是優格。優格，你自己做優格，安康哦。這個優格哈，有時候這個做，有時候是說來不及的時候。就會到 7 買那個最好的、最原味的這樣，而且要沒有放糖的，對不對？沒有，要吃原味。哇，是媽媽你嘅想法懂天空呢，全部都非常健康。我們公園呀，還有看到一個很漂亮的顏色的，這是什麼東西？
那个是马铃薯哈，跟甜菜根去煮熟一起打，所以它是有颜色的。对，马铃薯泥。对啊，这个甜菜根没黑七嘎中哎。对，切卡中哎，这个土根种。哇，七嘎土根种的，古时候人家的，不管是土根还是水根，七妞七嘎中，对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，黑不黑要按你来搭配？做嘿，哎你要平常时黑用的来说要有东西的。我是从他大后佢记得我生嘛，佢讲人一家有一家狗啊。哇，所以文芬同大家来讲一下，你要得平常时嘅饮食生活太可以的是嘛干？真紧大部分俺妈自家做，因为俺妈对料理真紧懂厉害，所以俺就平常时是自家种的菜，还那种你不卡用，俺妈妈去自家，你看俺用菜，用那种来。俺妈煮出来是冇共用的。对，因为你要得去拿种出来的菜，其实要吃直接拿起来就可以。对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拿起来了吗？对，直接拿。那你的它本身有给，就这样子就看得到它的根了。对。所以其实你要得这菜真的是可以吃最新鲜的菜，就会用按钮给方式就做的是清洗耶。是好健康。对，清空天，韩国主题油菜因为带下个5个咩当葱油，人家就中个肉嘅起码个5个。我哋底下系肉嘅五骨鱼，还有锦鲤。锦鲤，中文嘅 TP 我想到讲我肉也两。因为其实我哋读个水底部，因为当多嘅检测冇办法去讲水嘅个检测某一只标准，所以我都嗰些新闻当到肉嘅原因，佢讲那都讲，因为锦鲤佢对水好敏感。哦，不过你按你肉比较对水比较敏感的，每几就动物可能水质有一个变化，它就会死掉，还是怎么样吗？所以平常锦鲤系有问题嘅时阵，我就是啲讲哦，你水可能出问题咧，是讲。菜还冇出问题前，我都会审定，我都是做实际去处理的。姑嫂，人家的肉呀，这个锦鲤是你们的水质指标就对了。嘿，原来会按呢，跟无锅鱼呢？无锅鱼好像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对，无锅是肉体以后汉白是松本和朋友大家学。哇，你们拿来卖係松本朋友食咯？因为佢本身冇奶嘅味道。哦，因为你完全同奶冇关系，它就是在干净的水里面长大的。哦，唔过我有一个问题哦，假使讲我肉6米5嘅，唔过我种动道菜，按用嘅方式做得冇？哦，按样是做唔得，因为其实从我哋你下我哋嘅王氏地步，差唔多你下有1800株嘅香菜，所以我哋地步差唔多有150条。哇！所以佢嘅营养一定係本身嚟啦，冇計菜會上到咁正。哇，原來係按呢，估說這個比例起來要拿捏就對了。所以今日冇一定講9條魚做一配9種嘅香菜，冇辦法，所以台底我就自家係做慢慢去經驗的培養。哇，很愛研究的哦。韓國還有一個問題吼，其實。種水根就算是水根的方式來種菜，有可能咩愛加一些咧，可能皮料啊，也係講想辦法愛用一些咧農藥啊，愛防治呀的蟲嘅，因為其實生菜大家知道，愛寬胸愛厚就是不能有任何蟲咬。对不对？看起来就不好看。人家都按用嘅方式，糖講係完全冇用任何嘅皮料、任何嘅農藥，係用嚟做到嘅。哦，其實因為做呢一部分真嘅冇咁簡單，其實嗰些做些我都未有拄到從前一段時間有嘅擺為紅蚜蟲呢個問題。蚜蟲好像對植物嚟講係非常非常大的傷害。係，其實嗰些我都為到呢個時間未，因為做唔得用農藥，所以嗰些保存去上課嘅時間，佢們當到教授，還個教授又教佢講可能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去。物理的方式。對，可是其實我哋咁樣看下來，其實冇真正有辦法解決。我們就準備使用，我哋自己殺手鐧，使到所有嘅個栽植床全部用苗啊，攞佢圍起來，還逐步應該講逐區攞佢清潔。因為佢個地步係冇圍起來係咪冇蟲，其實唔會走出來咧。對。所以我哋係全面修根嘅方式。
捞贵将冲了全部捞去清法体。全面休耕，故说可能5年没有爱拿铁，这等于亚托系统就是完全没有在工作，就是让他休息。嘿，仅仅是歇困嘞。哦，故说像按用歇困，爱做嘛个清理呀，也系嘛个手续。像我哋最近是个服床洗墙以后，我哋是日头去晒。哦，很爱晒过消毒。还像我哋鱼池地板，我哋个冰水嘅，我哋地板系用紫外线光去所杀，因为池地板我哋冇本日头直接晒到，因为姜会生又得个藻类的东西。用对呛水好，所以它就是这个用薄酸油饮卖个紫外线灯。UV 灯。对。哇，故说其实真正爱种也无按简单哦，味道爱完全无用也的农药皮料加的含气感用这个休耕的方式，而且糖工其实是有频率的，对不对？不是随机的进行休耕。今我哋平唔该讲3张嘢，我哋会轮流，是讲听一部分。好去经理，还一部分是继续，还一种还是讲按用轮年3张嘢按用，平常时按用来做。古时候算是有轮定来做，假使讲嘿鸦片有开始有虫诶，我们就把它休耕，然后连5个就会留去做这。古时候按用当中的本身非常说到清空天，韩国完全冇用任何嘅呀农药皮料，韩国系用五彩空上按用自然循环的系统种出来嘅强菜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再来谈其他嘅故事哦。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，我是钟义群阿群妹。今日嘅节目当中，同大家来分享吼五彩香上按用嘅种菜韩国香嘅方式。阿群妹最近做动贴片，韩国吼唔单枪做得来种像芒嘅啊，像莴苣类的东西，唔单枪做得种芒嘅，其实做得种嘅植物，唔管係色嘅菜啊，也系植物，还有非常嘅多种。所以也就自家有种的植物，色类有哪度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梅做的还有个丝瓜，吊菜没做的，还有普洱，普洱没做的，还有小黄瓜、大黄瓜，来掉全部系水根种出来。韩国真嘅没种到东好诶，像呀普洱没按太条，韩国呀吊菜，这是应该是不同的品种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品种比较特殊的。对，一般嘅品种的跟像这样子特殊的品种，全部就做得来种。做的。所以我就其实听懂到一般市面上好某的品种来种。哦，唐讲就买嘅就一开始有讲到嘅人家就种嘅动多种了。为什么我想要来种呀配人下某嘅按用嘅强菜？其实因为我都推翻地摆，因为我感觉上我都一般都冇被食的生菜，其实冇按多选择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本大家有很好多的选择。按用一般人他就是都好像就是美生菜。然后可能一些芽菜类的按用嘅生菜听听，古时候人家都想到讲，我来种动多嘅无去用种类嘅生菜，尤其是麦嘅类嘅。不过我有一张问题，因为其实热田嘅叶菜类没有这么多，一般地市面上看到嘅叶菜类其实没有这么多。韩国也麦嘅，尤其是麦嘅，也热田种嘅麦嘅啊，有上市，会有嗰种腐腐嘅米丝，这么嘅人家就会唔会有，很多地拿来吃夹食。因为其实一般像热天为个麦个为腐，系因为佢热天晒下而家奶为冻烧，所以变相我都对两五菜工商地摆的时间，因为我都会控制水温。所以第一部分是薄酸机用国外引进的冷水机。冷水机，故是按用给这样子的水温，你差不多控制到几度之间？大概20度。20度，所以是真的是偏低的温度。对，偏低。这样子种出来就是可以设定说，依照这个莴苣给设它给稳图这样子来养殖这个蔬菜的部分。那鱼就比较还好了，鱼的水温只要稳定就可以。对，没错。原来是按呢，故说唐家的了分享就底后其实非常的专业，不过人家的笨蛋。
并唔係學呀農社出上嘅，你們本身其實都有自己的工作。係冇錯，因為從來本身係讀博山題目苗做台呢，還自家有讀博山，然後朋友合開一間補習班。哦，所以平常時都冇閒。哦，跟唔用我想到講我來做呀，這個魚菜共生，還請到好朋友，還有另外一位今天沒有來的。其實每俺媽媽，然後俺爸爸給到鼓勵，俺都自家買叫土地，哦，是講做咧自力更生。哦，俺用嚟奉，因為俺爸爸特別做該水利會上班的時節，其實特別是從嚟又講上該水芙蓉呢東西做喺水地為上，所以我們俺都俺爸爸是講哦，係擺喺有機會都未看有辦法用，俺用嚟奉系來種菜哦。哦，故說爸爸媽媽全部就懂支持呢。媽媽呢，媽媽一般就會想到講，哎，想要來嘅呀，出去都會打邊啊，穿太前啊，因為想到講，哎老來嘅留到呀烏卡來種菜，不過也還沒種到檔，後面係種到檔有發展。轉來山東啊，哈，好，你講啊。腳踏實地啦，唔是講我被變到用的啦，很多務農啊，哈，也不錯，很好。現在務農是一門非常好的工作，真嘅。因為我們也時常出去看啊，很多高科技的大主管啊，他都高薪不願當啊，到山頂上去買地呀，自力更生。我們也跟他聊天，他才說了一套，後來我聽了，我就鼓勵小孩回到鄉下，真多下，鄉下要做啲。講起咱今年啊，300萬年薪人都唔兩年兩個應用誒，賺來不下，你自家買一塊土地來哈，自家去做，對，本後上來去。將來哈，不管怎麼樣，他要種菜也好，不做也好，都可以自力更生啦。唔錯。跟博春哦，博春你怎麼會認識文宏？韓國沒鄉下來做呀？你在鄉上？我認識文宏，跟我們另外一個夥伴吳國民，對，是在寶山地母廟結緣的。哦，對，然後大家感情就不錯。那最主要做魚菜共生的部分，是我們吳國民他這邊是先發想的。故說是夥伴先想到的，國民先想到。故說你要有三傻，聽說是情同兄弟了，對不對？泰港就鄉下來繼續發展。韓國金門以後，國民雖然沒有來，但是他還有帶來他的心血。你要比黑馬該？他那個是用檸檬香蜂草，對，還有薄荷、迷迭香，然後該綠茶還煮出來，意式算是香草茶。凍紅蟹，謝謝。好清爽哦，韓國就一滴滴的微微的甜。韓國是都會就還有那種青草的那種芬芳，香草的芬芳的味道。韓國呀，這個香茅是不是檸檬香茅？檸檬香茅。檸檬香茅，這種清香非常舒服，都是它的葉甜來色，對不對？好清爽哦。故說你要的三傻好兄弟，韓國同福卡影，大家就都過着一個非常非常愜意的生活哎。所以是每希望韓版都有 QC 的天空，做對緊緊是種香草植物園，還沒有做到是講休閒農莊的概念。哦，希望韓版做得安呢。不過雖然談起來嘢就個生活很愜意，不過家下有覺得好一個禮拜要出100道嘅菜，其實那個壓力也是蠻大的。緊緊動態，所以我都平常時找尋的寫做體以後，不然轉來有人不出來。只有氣家還有各自都還有氣家嘅工作來做。博春去讀科學園區上班。你壓力很大哎！我在園區當工程師。那你按你下班還有體力繼續做這些事情嗎？其實我們到紫色的天空去之後，本來在白天那種壓力大的那種工作下，到紫色天空之後，可能環境的關係或者是空氣很好，然後我們就覺得就比較不會那麼累。有時候晚上一做，可能做到10點、11點都還在做。所以其實，某方面的程度，按用種菜算是一種療癒了，對不對？我自己是感覺身心會非常開朗。對，氣家沒有按用嘅感覺，所以其實文份氣家平常時沒有氣家嘅投入，沒喺整都不卡，張開始來做亞條事。我知道有一些忙不過來。
有些还能像我都三交伙伴，有些还会有点搭水果。哦，会哦，难免呐。还有因为有些冬天的，可是是有些景点天是到自己的香草植物园地步去，憨憨的吸收一些芬多精或者是好嘞。那妈妈呢？妈妈，你去家吃到你生日的按摩汗，你去家不会吃到其他的按摩汗，害我也要被拖下水，我没有去家来天数。其实记得记得这个总爱摩擦机啦因为你这个美方和东无限嘛，原来来有都美方做代言人嘛，有多人客从那去转来的菜表呢跟人了全部等那机啊，你是来包菜水菜包菜，样装好就包表等来分等到送到。用จาก农夫新竹市嘛，宝山嘛，还有该一间传堂嘛，这三家我就一直很忙了。故说妈妈有讲到亚洲的通路，再跟同大家来详细讲一摆。其实我哋嚟Q 水聽了解，做得按順利。其實真正嘅感謝我哋寶山鄉，從我哋特別向咗范主任。还有我哋了解農會總幹事是陳信良總幹事，還有個新竹市嘅農會個總幹事，佢都真正動到我哋聽說，讓我哋動腳是來推廣，所以喺部門是傳統地，我哋會名上以後，講可惜是讓我哋停了掉菜。故說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假使講想要來買菜嘅話，做得用哪條方式？其實就對我哋粉絲嘅地板，我哋每月網絡訂購，也是做得網絡訂宅配，按用嘅方式咪做得。這個是啲新竹嘅朋友。新竹市嘅朋友係講，記得某時間去農會買，從記得咪做打電話幫我哋，我哋新竹縣市地方係做得，我哋盡量是送到基福卡去。哇！故說分享大家來上臉書搜尋乜嘅Q 色的天空，紫色的天空，紫色的天空哈，紫色的天空。故說今日什麼播春，什麼文紅，什麼謝媽媽來到節目當中哦，什麼大家，謝謝感恩。俾什麼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，等下運通先生共下來做運通哦。